心甘甜，我将去美哦。我听一句我爱你，一天玻璃海咪咪。什么意思哪啊？听一句我爱你，金刚玻璃海咪咪。很有耐哦。修喊啦，对啊，他是修喊啦，对。好，上梁秋这个假扮。阿金姐，那听一句我爱你，满面是红吉吉。尤其是小姑娘，心内是真欢喜，表面上甲伊甲个真小气啊！杨婆婆。哎，我们听一次凡哥唱好不好？凡哥，你来唱遍了。杨婆婆，哎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原来这首歌是杨婆婆，真的很准哦。那预备，哼一下嘛，哼一下。预备，起。我真的很棒，但是好像，厉害。哎呦，怎么最后变杨婆婆？那芭比波的货变杨婆婆。好，谁会唱这菜头大哥，菜头。对。芭比波。好，菜头大哥又得1分了哦。好，好了，爱情心甘甜，我将去美哦。那听一句我爱你，无阿无爱也甲你。好动感啦！就想吃麦芽糖。吃泡面5个步骤，吹汗洗天空。吃泡面有5个步骤，吹汗洗天，请说。吹汗洗天空。吹寒吸舔抠，请分别解释哪5个步骤？舔口。吹寒吸舔抠。吃泡面有5个步骤，听起来很怪，吹又含又吸又甜又要抠的。好，怎么样具备这5个条件呢？告诉大家，就是当泡面刚煮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吹？因为烫的关系。对。好，再来，如果吃进嘴巴以后要怎么样？含。要含在嘴巴里面。最后如果要吸进去的时候，那是不是要吸呢？吃的时候要把面，可是要对吸进去。吸进去。对，像日本人吃面这样，要有声音很大，才觉得东西好吃。哦，对，那舔嘞？舔就是因为东西吃到好吃，可惜不把它舔干净。吃光光了要舔干净。对，就一定要舔的。你那是攻击吧？你那不是舔的，你那很像是机关枪的声音。就要舔得很干净。那抠呢？抠怎么抠？抠就是要，因为有可能面啊，或是它的一些汤、菜放在牙齿上面，我们要把它抠掉。所以吹寒吸舔抠是吃泡面的5个步骤。好，各位不要想太多。对，不会，对，大家都很高山峰，你又在想什么？你想到昨晚春宵，我觉得他今天是心事重重的寿星哎。你昨晚这个寿星在想什么了？对，你在想什么 ？One night in Beijing。北京。没有听到凡哥那个声音，很有想象空间啊。好厉害哦！对啊，在帮你助人哦。喂，有谁知道？米尔斯，我们知道。米尔斯，他们知道。终于按到了。好来。从当爱情算甘甜，我将去美哦。卡哇伊。5种气味就对了吼，来。那听一句我爱你，我面是红起起。尤其是小姑娘，心内是真欢喜，表面上伊搁甲亲像你哦。哈哈哈！BBQ。菜头哥别唱，怎么了？
的 barbecue， 还有 barbecue 啊， ，barbecue 很顺啊。改一个字也听得出来。这个字对，大家都很厉害。最简单的都是我来唱啊。对。咦，Barbie Boy。这款爱情算工地，我将去美哦。彭伟华注意了。一句我爱你，梦啊无也家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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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菜头关落去。终于被我等到了。冷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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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啊！我跟毛阿波有什么关系啊？菜头关落音，最后菜头关落音。有看过什么？关落音，我就是看会到一种物件。不可能的，真的吗？那是开玩笑啦，开玩笑啦，真的。可是刚刚因为那个谁，那 KK 讲说这一句一定要留给他。对，5 6 7 8，我波呀嘎起，呀嘎起。好欢乐哦！但是你们光是这个卫生棉就把我笑到后面上不下去。下次改个棉棒哈，真的，这好不好？什么叫棉条吧？对对对，现在条已经，爱丽丝也昏头了。我没想到你也是冷天后哎，他是。我第一次听到棉条有人叫棉棒的，那该要有多大一只啊？今天在这一段当中里面，我们再度要恭喜我们的高山峰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年年有今朝，岁岁有今日，高山峰，生日快乐！